永华洞3、永华洞2呼叫，永华洞2到达海陆地下街1楼，地下1楼21柱查看。收到，那请你前往21柱跟22柱中间。那我从荧幕上面监视系统上面有看到有黑烟的情形，那请你前往。消防人员进行状况的模拟，既然无线电监视清楚无碍，会如此的重视通讯品质，是因为海岸路停车场使用率相当的高，总共1000外的停车格，常常拢是停满，人员甲车辆出入频繁，若是发生灾害，就要赶紧通报消防来抢救。因此，台南市消防局就将过去类比讯号的无线电改为数位讯号的无线电，大大增加了通讯品质。类比频道的话，在整个海岸地下道停车场，它的柱子的话，非常多，它是点的传输，所以它的信号会受到干扰。音讯的话那个信号会比较差一点。所以原则上我们要改善这个通信的整个品质的话，原则上我们将类比的改成数位式的，我们采购一组数位的主机，然后来换装那个类比的。换装完以后，我们做两次的测试。测试的话就是前后这样测试的话，对整个地下停车场的整个现场抢救的无线电，它的讯号的话就获得相当的改善了。另外，台南市消防局嘛采购2套移动式同频总计站，并改装成为救灾中心甲停车场现场的通讯总计站。海岸地下停车场，它的那个讯号的话，要透过我们的大队指挥官那边来传输给我们的119勤指中心。那我们要如何去改善？我们就想尽办法就改装了这一台。这一台的话就是吸带式的固定台。它有2台固定台，一台的话是跟我们的地下停车场所有讯号做连结，一台的话是直接将整个信息的话传达给我们的119勤指中心。这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自行改装的。消防局购置精良的通讯设备，经过消防局设计改装，不但会当有效改善因为地形也就是建筑造成的通讯障碍，更会当为市民大众以及消防兄弟的安全加了一层保障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